香港家書。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，隨住第15屆全國運動會即將喺今年11月舉行，香港有幸承辦8個競賽項目。今次唔單止係體育界嘅盛事，更係推動香港體育運動邁向普及化嘅黃金契機。過去運動醫學常被誤解為只係處理骨折、韌帶撕裂等等嚴重嘅運動創傷。時至今日，我哋對運動醫學嘅定義已經大幅擴闊，佢係一門涵蓋預防、治療同埋康復嘅綜合學科。其服務對象從競技場上嘅精英運動員，伸延至各校隊嘅學生、業餘運動愛好者、健身人士，乃至任何希望透過運動改善健康嘅普羅大眾。我嘅願景係建立一個3層嘅運動醫學普及化體系。首先，最頂層嘅應該係精英運動員嘅科學化支援。我哋應該繼續為香港體育學院嘅精英運動員提供最頂尖嘅醫療服務。之後呢，我哋要照顧埋中層，加強業餘運動社群嘅專業化服務，為各大中小學嘅學校校隊、體育會、社區體育組織建立運動醫學支援嘅服務，或者暢通嘅轉介網絡。最重要嘅呢，係唔能夠忽視運動醫學處於基層嘅推動。全民嘅運動健康教育同埋預防呢，係普及化嘅基石。目標係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夠掌握基本嘅運動醫學科學知識。第15屆全國運動會係香港體育發展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佢唔單止係10幾日嘅賽事，更應該係啟動香港體育新文化嘅催化劑。推動運動醫學普及化同埋專業化係一項需要政府、醫學界、教育界、體育界同埋全體市民共同參與嘅系統工程。唔單止讓香港嘅精英運動員喺國際賽場上面再創佳績，更要讓每一位香港市民能夠安全、快樂、科學咁享受運動帶嚟嘅好處，共同建設一個更加健康、更有活力嘅香港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容樹恒教授，2025年10月18日。